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9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8章第10节到20节，约书亚记第8章第8节到23节，希伯来书12章第3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境界。以前牧师咧做兵的时阵，是咧管这个庆忌大役、守卫啦、境界啦、半暝啦，徛这个兵哨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。因为大药库是一个军事重地啦吼，营区内底的士官兵必须爱随时保持着境界，免得其他的人来进入来迫害。境界是为着要来防堵无好的代志来发生。基督徒的生活嘛，应该着爱伫即种的情形内底来境界，着爱军队来听探上帝的诫命。以色列人领受着上帝应允祝福，进入伫应允之地，攻取着这个耶利哥城，上帝提醒因。以色列人着爱按照上帝的话去行，去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并且伫因阁进一步要攻打爱城的时阵，阁讲了后着爱阁较警醒，去遵行上帝的诫命。约书亚记第8章第8节到23节，恁占领这个城了后，着用火烧城，照着上帝的话去做。注意，这是我的命令。约书亚派因去，因就埋伏伫爱城的西边，逼着离甲爱城的中间。迄暝，约书亚甲战士做伙伫军营休困。隔日，约书亚透早起来点算战士，伊甲以色列的长老伫人民的头前出发去爱城。甲伊做伙的战士，拢逼军城的头前，伫爱城的北边扎营。伫伊甲爱城的中间有隔一个山谷，伊有更大的5000人埋伏伫爱城的西边，逼伫伊甲爱城的中间。约书亚布置战士。主力军伫爱城的北边，埋伏的兵伫城的西边。迄暝，约书亚进入伫山谷，爱城王看到，伊甲城内的人透早赶紧出发，出去阿拉巴头前的战场，要甲以色列人交战。毋过王毋知伫城的后面有兵埋伏。约书亚甲以色列的战士伫因的头前加太师对旷野的路道走，爱城所有的人民拢调集往来追入因。因对入的约书亚就受到引诱离开因的城。爱城甲逼得利全部的人拢出去追入以色列人。城门放开去追入以色列人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“你伸出手里的枪指爱城，我要将伊交互你。”约书亚就伸手里的枪来指着爱城，伊一个伸手埋伏的兵就对因的所在随时起来，入去占领迄个城，随时放火烧。爱城的人回头一个看见城内火焰冲上天，就四界撞，毋知要走去倒位。迄个假使走去旷野，以色列人就翻头来攻击追入因。约书亚甲以色列的战士看到埋伏的兵已经出城，城内火焰冲上悬，就反击杀死爱城的人。埋伏的兵嘛出来攻击因，因受以色列人的包围，拢互以色列人杀死，无一个活地，无一个逃走。
以色列人活掠爱城的王亚伊去约书亚遐。伊本来书警醒基督徒都爱斟酌思想耶稣基督的作为，也着应该思考上帝对咱这个罪人犯罪人的管教。透过上帝的管教，互基督徒会通得到警戒，得到遵守上帝的道路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3节到13节，着详细想这个人的所做，恁才袂灰心失志。伊安怎忍受罪人对伊的侮辱？恁甲罪恶斗争，也袂抵抗到死的程度。恁减袂记得上帝苦劝恁，亲像伫苦劝囝儿。伊讲：我的囝，毋通看轻主的管教，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，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，鞭拍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，着忍受管教。上帝款待恁亲像囝儿，兼有囝儿无爱爸母管教。恁若无受所有的囝儿所受的管教，恁就是私生子，毋是真正的囝儿。受肉体的爸母管教，咱拢尊重因，何况受灵性的爸管教？咱敢毋应该搁较愿意顺从来得到活命？肉体的爸母暂时照家己的意思管教，毋过上帝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，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圣洁。咱逐遍受管教，袂感觉欢喜，反倒当忧伤。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，会结和平的果子，行做正直。所以恁这会骹酸手软的人，着坚强起来，着守直恁要行的路，才免互歹骹会脱轮，反倒当得到医好。基督徒着爱因为上帝的境界，会通行伫正直的道路顶悬，得到终身的快乐，求主来帮咱拯救。以赛亚书38章第10节到20节的经文，请咱抓家己来读。恳求上帝赏赐我改命，引带我行义的路，互阮会通得到管教，帮助阮来警戒，无行伫偏路。求主帮助阮，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